经过全面的认识以后，会发现对小说到客家生活认同，从小阵中意也坚持同行动力，起无穷样的良友地位去发展，文学像其中的一个部分。正是本事物可以涵盖人的原因，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，还有记录，还有客家身份层层的认同。也条文章是开启大门，邀请人们共下参与。课上都一篇准备结束嘅，但是文学同客家文化唔会就安尼结束，只要有人读、有人关心，就会继续下去。今日课上台湾文学字母总小镇就到一篇咯。客家名录学院，我是今日嘅课上主持人钟怡燕。分享大家收看客家名录学院，我能为继续带来相同精彩的课程。那来了，拜拜。